小樹窿傾下偈，生活不同，你留意嘅嘢就會有不同。咁多位小朋友，當你慢慢成長嘅時候，你會唔會發現，你揾嘅嘢都好唔同啊？喺小學嘅時期，或者可能初小嘅時期，你會揾一啲好簡單嘅玩具，但係當你大個嘅時候，你就會開始慢慢去揾一啲自己中意玩而又可能比較昂貴嘅玩具呢。咁我用呢個比喻做開頭，就正正就係想講，其實最近都開始要從飲食方面去着手。以前呢，未減肥嘅我呢，我都會揾好多嗰啲好嘢食啦，而朋友都會話：喂，食嘢啊，揾佢啦，佢就係專家。咁呢方面我都唔會怕醜嘅，我都會認嘅。但係當我而家要發現要去揾好嘢食，而去再要揾一啲健康嘅好嘢食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。每日我都會睇下，哇，原來出去食飯要食一啲健康嘢，係比起平時食開一啲嘅食物仲更加之貴，亦都好難去揾。所以當我哋去揾呢一啲食物嘅時候，我哋都要去知道，其實係唔簡單噶。所以一路去揾嘅時候，我都會發現，哇，呢樣嘢係點點點，嗰樣嘢係點點點。又或者平時食開嘅餐廳，咦，原來佢有呢啲健康餐噶。因為平時呢，一直都冇留意呢一啲，覺得食呢啲，傻嘅咩，翻屋企先食啦。但係當你出到嚟社會好忙嘅時候，而你每一日你都要喺街上面去處理嘅時候，就唯有用呢一個方法嚟到去令自己過住一啲方便快捷嘅人生。所以呢一樣嘢都唔係容易嘅事，慢慢學下啦。生活改變總好過你俾生活改變。